如何在有限的空間裏，讓一家人的生活依然保持舒適和整潔，是很多香港家庭都會面對的問題。這次我們接觸到的是藍田景花園一套 G.H 室打通的單位，業主是一對夫妻加上3個小朋友，還有一位特別的家庭成員，一隻貓。面積增加並不代表一定好住。兩個原本獨立的戶型連接之後，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重新規劃空間關係，讓它不只是兩個單位的組合，而是真正成為一個適合一家5口生活的家。父母有自己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孩子隨住成長會不斷增加書本玩具以及各種物品，再加上寵物用品，如果沒有提前規劃，空間很容易隨住時間變得越來越擁擠。根據一家人的生活習慣，提前規劃未來物品的儲存方式。從入戶開始，我們規劃日常回家後的收納區域，孩子外套、生活用品都有對應的位置，讓回家之後的第一步就可以保持空間整潔。客廳區域，我們希望它不只是一個休息空間，同時也能夠承擔一家人日常活動和儲物的需求。透過整體櫃體規劃，讓公共區域保持簡潔，同時擁有足夠的收納能力。房間部分則根據不同家庭成員的使用習慣進行規劃。3個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空間，都需要擁有屬於自己的生活空間，同時也需要考慮孩子成長之後未來幾年對於學習儲物以及功能變化的需求。在進入施工之後，在每個項目節點結束以後，我們會邀請業主一起對接洽談。很多業主入住之後發現的問題，其實都來源開始會有發現，例如沙發旁邊有沒有方便充電的位置，孩子學習區域的電位是否合理，廚房電器使用是否方便，寵物用品區域有沒有提前預留需求。所以我們會根據未來真實的生活場景，提前確認每一個電位的位置。安裝階段通過每一節點的現場勘測，最大限度降低安裝完成後的復工。對於一個5口之家來說，家的價值不只是面積變大，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家庭成員都能在這個空間裏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兩個單位打通不是簡單增加空間，而是讓一家人的生活在有限的香港住宅裏得到更合理、更長遠的規劃。這就是藍田景花園這個項目希望實現的改變。